名人檔案，同大家講述唔同嘅名人檔案。我哋會睇好多嘅名人嘅檔案。我哋首先嚟睇下呢一位。講得啦。瑞典公布200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之際，全球大部分地區都幾乎即時收到呢個訊息，因為它以近乎光速，即係每秒30萬公里嘅速度傳遍咗全世界。與傳統嘅廣播技術比較，光纖通訊唔單止可以將聲音，仲可以將文字、影像同埋各種嘅視頻資料喺短瞬間傳送到各個角落。而剛公布咗嘅物理學獎得獎之一高錕，正就係光纖通訊嘅著墨者啦。高錕1933年生於上海，青少年時代喺香港求學成長。佢自小就係一個科學迷，經常以各種各樣嘅化學物品做實驗。佢屋企嘅3樓就成為咗佢嘅實驗室啦。而父母咧就視為佢係小斗膽。高錕第一個發明係用嚟嚇貓狗嘅泥牛炸彈。幾次將隔離屋嘅貓狗嚇到滿街亂竄。佢又學過自製滅火筒、煙火同埋晒相紙。後來迷上無線電，成功組裝咗收音機。高錕喺英國從事物理學研究期間，提出利用玻璃纖維嚟傳送信息，以取代用金屬電纜嚟傳送嘅傳統技術，而且喺1966年發表咗光通訊理論。佢認為可以用一條比頭髮更纖細嘅玻璃纖維嚟取代體積龐大嘅千百萬條銅線，這樣只需要好少嘅能量就可以高速作長距離嘅信息傳送、傳輸，而且傳輸嘅容量幾乎無限。當時有人譏笑他痴人說夢，但高錕動足先機，以堅定嘅信念、超人嘅智慧解決咗重要難題。佢領導嘅團隊經過不解嘅努力，至於獲得本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被譽為光纖之父嘅前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高錕，同佢太太楊美雲依家居住喺南灣。呢對不平凡嘅夫婦喺呢度過住平凡嘅退休生活，連高太太咧更加係無條件咁付出愛心同埋關心，讓晚年失智嘅高錕能夠過住正常健康嘅生活。黃英光同佢哋傾過。光纖為資訊社會奠定了基礎。高錕教授同埋太太一齊準備晚飯。高錕除咗科研成就驕人外，仲熱心教育
尋日業。大簽組一佢嘅母校聖約瑟醫書院籌款擴建，佢親自到學校將支票送交校長。母校有活動，每次邀請佢，佢都盡可能去抽空出席。1970年，高錕回港擔任香港中文大學電子系教授，並喺1987年更加係出任咗中大嘅校長。在任期間，學有關教育、教學等呢個重大事項，佢都會吸納學生嘅意見。1993年，中大發生咗政見風波，嗰一年學校舉行30週年校慶開學日，高錕正喺度以校長嘅身份喺台上嘅支持。呢陣時，意見學生衝前嚟搶話筒，又向在場嘅人拍發抗議單張，場面混亂。其後高錕被問到會唔會懲罰學生嗰陣，佢就回應：點解要懲罰佢哋啊？佢願意聽唔同嘅意見，尊重每一個人發表言論嘅權利，尊重每一個人嘅言論自由。1996年，高錕卸任校長之後，仍然係活躍喺教育界，並擔任創新科技委員會嘅公職。03年，高錕同其他學者共創立咗宏立書院。佢出任校董會主席嗰陣，主動參與學校嘅一啲決策，同埋各項嘅一個活動。高太太悉心照顧丈夫，並且堅持經常做運動。佢曾經佢哋多中意一次向學齊打生係網球。咁講嘅。佢哋走呢邊走嗰邊，走呢邊走嗰邊。學好學問，語言係關鍵因素。高錕身體而學健康，嘅語可以言照顧最自己嘅佳時期起居飲食。係小學。有傳媒報道認呢個話咧為高錕得諾貝爾獎好嚟得太遲，高錕嘅發明為同資訊科技界帶嚟咗革命，改變咗人類嘅生活方式，改變咗世界。佢係第一位，佢係一位高錕已影經響唔記得咗全好球嘅多嘅事，科學家，不過有一樣嘢佢好清楚。呢種事，高錕喺科學上嘅驕人成就，喚起咗莘莘學子對科學嘅興趣，啟發無數年青人立志從事科研。佢亦都係一位用身教嚟發揚探究精神高錕贏得世界上最高成就嘅諾貝爾獎，喺呢間平凡嘅屋裏面，佢係最幸福嘅人。26台記者黃恩光報導。03年嗰陣咧，就被證實患有咗呢個好不幸啦，係患咗呢個阿茲海默病早期嘅，就係老人痴呆啦，接受治療。咁09年嗰陣先俾人報導咁佢而家唔記得鎖匙啊，書本擺喺邊度，病情輕微，認人認路都冇問題嘅。09年10月6日咧，就頒呢個諾貝爾物理學獎啦。咁啊12月10號咧，佢有個特別安排喺個典禮度，免除去台中領獎高光3次嘅禮儀。瑞典國王卡爾16世古斯塔夫破例咁樣走到佢面前頒獎，咁啊證明佢咧喺呢個喺科技嘅地位咧好高嘅。咁佢有一啲以佢命名嘅嘢嘅，就好似科學園入面有個叫做高錕會中心啦。香港中大科學館北座咧有間高錕樓，佢亦都得到好多個勳章。93年佢有英帝國司令勳章，2010年佢有英帝國爵級司令勳章，2010年更加得到香港嘅大紫荊勳章，好叻嘅。佢今年咧已經係79歲㗎啦。好啦，今次嘅名人館 Close File 係
下一集係邊位仁兄咧？兄一定男人，因為我哋下一集係男人嚟嘅。咁邊個咧？想知道咧，就要下一集嘅黐實我哋呢個叫咩啊？名人檔案，咁你就會知道㗎啦。好，下一集再見。下一集仲可以加油。下集預告。衰嘅，點解有下集預告㗎？下一集，建築大師貝聿銘，佢被稱為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嘅最優秀嘅建築家。1983年，建築界嘅諾貝爾獎普利茲克建築獎評審團將向署名頒俾佢，表彰佢嘅成就。獎係點？下一集事實啦，拜拜。